對於我哋35棟嘅04號房，佢作為我哋入境半島3期件面最細嘅一個小三房，Eason 自己係有一啲嘢想同大家講嘅，因為呢 Eason 覺得唔適合翻自己嘅一個預算買到嘅，唔理係大中細三房，乃至於係2房定1房都好啦。咁我覺得適合自己嘅其實就係最好嘅，唔使話太在意外人外界嘅一個眼光，因為呢，有陣時連買房呢啲大事都要活在其他人嘅眼光裏面，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攰嘅事，而且呢，超出自己嘅能力範圍內去消費啊，我覺得呢，買翻一個啱自己嘅一個房都會更加重要，所以呢，其實有非常多嘅朋友係對我哋90個方嘅呢一個會員係感興趣嘅，但係呢，同時呢一部分朋友中嘅其中一部分都會覺得會唔會冇 face 啊？其實我覺得完全可以唔使去考慮呢啲問題，啱自己嘅就係最好嘅，買到咗你啱嘅，冇俾到你額外負擔嘅，一家人住得開心嘅，可能呢個戶型佢唔係太完美，但係佢好適合當下嘅你。呢一個係 Eason 覺得每一個安家人都應該要去仔細考慮嘅一個問題。不過 Eason 自己其實都係過來人嚟嘅，所以就我覺得啱自己就得㗎啦，唔使太在意人哋嘅眼光。咁刷到 Eason 視頻嘅你又係點睇嘅咧？